喺外國，每一隊嘅樂隊都有佢哋自己獨特嘅音質。咁香港嘅樂隊喺呢方面有咩成績呢？佢哋嘅音樂同一個個人歌手有咩唔同呢？提及到話樂隊同埋個人歌手咧，我諗佢哋本身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咁你樂隊咧，因為有幾位成員咧，佢哋自己通常都會係自己做編曲啦，或者如果係全面啲發展嘅話，佢哋可以自己寫埋歌添。咁變咗樂隊本身咧，就會有一個所謂樂隊嘅聲，即係個 band sound。咁而個人歌手咧，佢最主要嘅工具咧，其實就係佢自己嘅聲線。呢幾年咧，或者係啲新秀個時間仲未太適合啦，所以新秀咧就未至到話可以又出嚟又唱啊，又寫又填歌詞咁全面化。咁我哋希望即係嚟緊嘅日子裏邊啲新秀可以即係作多方面嘅嘗試啦。咁如果喺包裝嗰度嚟講咧，就暫時唔係咁多樂隊。咁變咗樂隊只要係有一個一定嘅形象做到出嚟嘅時間咧，我就會覺得咧，佢哋嗰個感覺咧係會比起個人歌手咧係更加鮮明、更加容易咧係入到一般歌迷嘅腦裏邊嘅。其實如果係喺唱片嘅製作，全個歌曲已經製作好出嚟嘅時候咧，分別就唔多大。因為本港嘅現今嘅樂隊咧，如果講佢哋喺呢個樂器嘅控制同埋喺學你嘅演奏嘅技巧上面嚟講咧，就始終都唔夠話係個人歌手喺錄音室裏邊灌錄唱片嘅時候嗰啲樂師嘅水準咁高。咁所以佢哋喺製作佢哋嘅歌曲嘅時候咧，唔多唔少都需要呢啲樂師嘅幫手嘅。咁製造出嚟嘅聲音咧就冇乜多大分別啦。但係如果而喺台上面演唱嚟講咧，佢哋以全隊嘅形象自己彈奏翻自己嘅樂器，咁就同一個歌手喺台上邊演出嘅時候咧就有好大嘅分別。咁佢哋以就係一個全隊嘅形式出現，咁各人都有佢自己對於嗰樣樂器嘅精湛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就變咗突出咗喺隊樂隊裏邊嘅每一個成員，咁睇起上嚟就比較整體一啲。因為我哋香港人實都係好繁忙嘅，呢個我哋大家都知道。因為香港係又繁榮啦，但係又咁細啦，個個都咁匆忙啦。我相信係真係唔會有咁多嘅人呢係會坐喺度留心會咀嚼呢一隻歌嘅意思或者點。所以咧。歌咧喺呢一班人嚟講咧係變咗叫流行曲啊！咁易上口啊、易聽嘅歌，佢易冚啲音出嚟咧，咁佢叫流行曲。咁佢覺得呢啲咧就係先至係流行嘅元素，就會忽略咗有啲歌咧係有訊息講俾人聽嘅，有成嘅。所以你講嘅扼殺咧，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嘅香港個成個社會嘅人嘅情形啊，而扼殺咗咁繁忙啊，而扼殺咗咁好嘅。有啲咁好嘅歌手同埋樂隊嘅信息㗎。即係我哋睇樂隊咧，就係認為佢哋應該有獨特嘅風格，就係盡量唔好模仿其他世界上有嘅樂隊，因為我哋本身已經有一個基本嘅音樂市場，基本認識到我哋中國人、廣東人或者甚至乎係開唱國語嘅方面嘅一個咁嘅音樂基礎咧，喺呢方面發揮，咁先至可以係減少咗好似我哋過去嗰兩三代嘅樂壇嘅突然間冇支持，因為嗰啲只係模仿嘅歌曲，而係受到淘汰嘅。呢兩集已經同大家介紹過6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樂隊嘅潮流演變。咁喺下個星期呢，就同大家介紹下而家時下年青人對男女之間感情嘅睇法。咁喺下個星期見啦。